好，大家好啊！又嚟到呢一個獨自去偷官嘅系列啦。咁今次咧，我用埋咗呢一個嘅 DeepSeek，咁就嘗試去提升下我自己嘅呢一份嘅報告嘅。咁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就再錄咗呢個咁嘅版本出嚟。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呢本書啦。咁啊，都係一啲基本嘅資料。咁啊，佢係叫做非盈利組織的管理聖經。咁係由彼得杜克呢一位嘅管理學大師咧，就喺95年嘅時候寫嘅。咁本書嘅核心命題其實就係佢講緊一個非盈利嘅組織，其實要有一個好嘅成效咧，其實係建基於三樣嘢。第一樣嘢係個清晰嘅使命，成後於你有效嘅管理，最終其實佢係想有一個個人嘅發展嘅。咁其實我哋成個嗰個分享嘅結構，或者以至於其實係成本書啦，其實都係講緊一個根基，其實就係成個個機構應該係由使命開始，而為咗要推動呢個機構嘅時候，就要將個使命變成一個成效。而你要俾個方向嘅時候咧，就係通過嗰個經營嘅績效同埋啲嘅決策。而當中我哋要投入嘅咧，就正正係我哋人力資源啦。咁所以其實個根基就在於其實咩叫使命同埋領導啦。咁其實點解使命係至高無上咧？就係因為其實你唔認同嘅話，你冇可能嘅嗰個機構會成功㗎。而領袖就係要了解任務、追求成果同埋以誠信為本嘅。例如佢一定要問啱個問題，就係究竟係乜嘢係應該要做。而佢唔應該係淨係喺度諗個策略，其實佢最緊要係 take 個 action， 有個行動。而如果以誠信為本嘅時候，我相信任何人都會願意，如果自己有仔女嘅話，都係會跟隨佢去做嘢嘅。咁由使命啦講可能好輕鬆啦，咁但係其實要成效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咧？其實就要系統化去改善，並且掌握好重要嘅三大關鍵資源，就係人、錢同埋時間。因為一個機構裏邊其實最貴重嘅嘢，作為管理學嚟講，其實最貴嘅就係人，所以你要擺啱個位置。唔係每個人都係一個綠邊型戰士，每樣都好叻嘅，但係你要擺啱個位置，俾佢聰明咁工作咧，咁你就係對間機構嚟講最有成效。而錢你要將個資源最大化。而時間嚟講，其實永遠都係缺乏嘅時候，我哋有一啲優先嘅管理，究竟有咩係應做，有咩唔應做，有咩做先，有咩做後，呢個正正就係管理學上面要做嘅事情。而喺嗰個時候咧，管理學咧亦都會牽涉到一個市場推廣嘅情況啦。咁佢自己喺本書裏邊亦都有講到，其實真正嘅行銷啦，其實係應該係由研究去到定位翻個機構嘅。咁好多時候大家集中咗喺咩咧？就係廣告大戰。即係好啦，大家鋪天蓋地有唔同嘅廣告，但係其實大師認為，其實我哋第一樣嘢要研究下你自己市場先。於是乎，你同埋其他人究竟嗰個分別係喺邊度？於是乎，你就鎖定你嘅目標客群，再創造一個你目標客群想要嘅服務，你先可以製造到自己嘅一個生態位，即係個 niche 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做一個好嘅決策？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成效咧？咁第一樣嘢都要理解係咩叫做風險㗎。咁其實佢會認為即係有三種嘅風險嘅。第一樣嘢就係可以承受風險啦。第二樣嘢就係你無路可退啦，即係你只可以硬食啦。同埋有一啲亦都係非做不可嘅，即係其實有啲就可能都仲係因為冇得揀啦。咁但係有啲可能係你唔揀嘅話，其實嗰個機構其實就冇辦法向前行。咁所以第一樣嘢你要了解下你做嗰個決定嘅時候有啲咩風險先。咁繼而啦，就要諗下由決策去到行動嘅時候有四大關鍵。第一要及時嘅，好多時候因為太過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啦，所以其實成件事會有好嚴重嘅一個延遲。以至於第二就係你要揾得個支持嘅人，即係除咗你自己可能好相信一件事之外，其實你仲有另外一啲人咧都會支持你呢個咁樣嘅做法。而且最緊要係咩？我覺得啦，今年我做嘢嘅時候覺得都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咩？一定有明確嘅負責人，即係唔係話啊好啦，你哋兩個負責啦，兩個即係邊個咧？咁其實即係如果兩個一齊唔喐個時候，咁件事係咪唔喐咧？嗱，一個負責人咧就夠清楚啦，因為其實唔喐，你咪問翻佢點解你唔喐咯？你係咪有你嘅判斷咯？因為你有個你嘅決策㗎嘛，係咪先？咁你了解翻佢背後嘅原因，咁你咪知道點解佢會咁做咯。另外啦，就係你要去轉換成一個執行嘅語言嚟嘅，因為其實你自己可能你諗自己嘅一個講法啦，咁但係可能作為一個管理層啦，你唔可能每一樣嘢都自己做嘅時候咧，你一定要令到你寫嘅嗰個計劃書或者嗰件事啦，變成咗個執行者可以理解得佢嘅語言，從而佢可以做得到呢件事，先叫做一個有效嘅決策嘅。咁去到最後啦，其實佢一直都講，其實一個管理就係講人啊嘛。咁所以要用人得以所長，首先你要好清楚咁去講到佢嘅職務，説明俾佢聽。另外就係你要睇佢嘅任務表現，去話翻俾佢聽，其實佢有咩提升嘅地方。記住，我哋用人嘅長處嘅時候，要係建基於長處，而唔係目標彌補佢短處。我哋唔係無視佢短處，不過你冇理由建立佢短處㗎，呢樣亦都唔合理㗎。
咁要提升佢自我嘅時候，其實就要俾一啲工匠精神，或者要做一啲長處頭先嘅管理啦。咁用一啲任務同埋機會嚟到做佢嘅時候咧，咁希望佢內裏邊嘅長處，即係譬如可能好叻管理嘅，或者佢好叻寫字嘅，同埋一個外在需求，即係佢嗰個 job task 都要需要寫字或者可能需要管理嘅話，咁你件事要匹配，你先至可以真正做到一個嗰個員工或者同事嘅成長咯。咁所以總結嘅嚟講，其實佢就係想講使命就決定一個機構嘅定位，而管理就正正係令到使命落地嘅一個紀律。管理就正正係要培養人。咁所以去到最尾啦，我都會覺得其實就係大家要問翻你哋嘅組織裏邊係唔係有啲我哋頭先有講嘅原則係應該要應用嘅咧？咁總結完之後咧，我覺得其實 DeepSeek 嗰個整理版咧係令到我成個匯報脈絡係一個飛躍性嘅提升嘅，因為喺之前嗰個版本嘅時候啦，我會覺得佢好似一個我之前老闆成日都會講嘅一個 shopping list 啦，即係你冇一個重心冇一個重點，人哋聽完之後其實就會水過鴨背嘅。咁而家就真係我覺得係變成咗一本書本嘅精華，並且其實人哋聽完之後其實佢應該會有所提升嘅。咁所以我自己都真心真係自嘆不如啦，所以我亦都反思喺本質上面，我點樣可以去提升到自己啦。例如我要問好一個好嘅問題，並且其實好似而家呢個版本咁啦，其實DeepSeek 同我一齊去傾完啦，我俾完呢啲意見啦，佢又俾翻啲意見我啦，咁我自己都要審核翻，其實呢樣嘢係咪我想帶出，或者其實呢啲係咪書裏邊有嘅一啲嘅內容，咁我會覺得往後可能我會集中少少喺呢方面，可能會更加好咯。咁我今次嘅分享大概到呢度，咁啊下次有機會再見啦，拜拜。